Hello，大家好啊，我係希頓啊。多謝你收睇我嘅分享啦。咁如果你有關注我嘅 YouTube 頻道嘅話呢，其實你都應該知道我並非咧從事呢個金融業嘅。咁但係因為我喺大學嘅時候呢，都係主修工商管理，咁就加上我自己嘅工作經驗啦，就對理財呢都有一啲概念咧可以分享下嘅。我嘅內容呢，其實就非常之大眾化，係非常之容易理解嘅，唔需要任何嘅專業知識。咁希望你睇完我嘅影片之後呢，就可以有一啲嘅收穫啦。開始之前，咁要做翻個免責聲明先。所有嘅影片內容呢，只係作個人知識同埋呢個學術分享討論嘅，就絕對呢唔會含有或者提供任何嘅投資建議，或者邀約，或者係任何嘅服務嘅。我想講嘅理財呢，唔係教你去投資去賺大錢，或者去幫你發達，其實係一啲好簡單嘅概念嘅啫，只係幫你將原本嘅錢以一個低成本、低風險嘅方法咧去滾存更多嘅財富。無論你本身嘅收入係點樣都好啦，都可以得到一定嘅回報嘅，唔使淨係靠一份人工去生活。同埋咧，主要係防止俾呢個通脹去蠶食你呢個儲蓄嘅購買力嘅。首先咧，你要知道自己想用錢愛嚟達到啲咩目標先。我諗大家咧天生就中意錢㗎啦，因為錢先可以俾你生存，多啲錢先可以有好啲嘅生活質素。所以由細到大咧，屋企人都會叫你讀多啲書，學多門手藝。日後咧大個之後咧就揾份好工賺多啲錢，但有個好現實嘅問題就係冇一份工你係可以做一世嘅。每個機構咧佢都有機會係倒閉啦，每份工咧都有設定呢個退休年齡啦。就算你好彩有份工肯請你一世都好啦，你年紀大咗，身體健康機能咧就越嚟越差，你始終咧都係有一日係再做唔到嗰份工啊。咁但係你人生一般係未咁快完結㗎嘛，咁剩低嘅日子你都需要去用錢去維持生活㗎嘛，咁所以咧你就要識得去理財，盡量咧去最大化你嘅財富。而第一步最重要嘅就係當你有收入嘅時間，要識得去儲蓄。只要你有儲蓄咧，你就會多咗選擇權。無論你係提升生活質素，或者去投資買樓、增加被動收入等等，即係儲蓄呢，其實都係所有嘢嘅基礎嚟嘅。如果你想做到錢滾錢呢個效果呢，亦都唔可以係冇咗儲蓄。喺金融學入面呢，有一樣嘢叫做72法則，佢其實係一個好簡單而且係好 common 嘅工具嚟嘅，即係用喺估算投資翻倍嘅時間。咁呢一個法則咧，其實係基於個複利式去計算出嚟嘅，咁就可以將72除以預期嗰個年利率，就可以計到個答案出嚟㗎啦。咁以下呢一個咧就係一個簡單嘅計算公式，就係年數即係時間啦，咁就等於72除翻呢個年利率。例如你有一筆投資，年利率咧就係2%。咁按照呢個72法則，呢一筆投資呢就會大約喺72除以2等於36年裡面呢就可以翻倍啦。但係亦都需要注意嘅係，呢一個只係一個近似值啫，並且喺一個實際投資裡面呢可能會受到其他嘅因素影響而有所變化嘅。我舉呢個2% 回報呢個例子呢，就咁睇就要成36年先可以將個本金翻倍啦，到時其實都唔知發生咗咩事嘅。正常人呢就唔願意等咁耐嘅。同埋你都可能會話啦，一般投資點會咁低回報率呢？咁我想問翻大家，邊度會有免費午餐先？所有嘅投資呢，其實都係會有風險嘅。投資回報率呢，就同風險係成正比嘅。你想高啲回報率，就自然會高啲風險。你係冇辦法保證你係必賺嘅，總會有啲時間係蝕錢。咁所以拉翻個平均數2%呢，其實都可能唔算係太低嘅。咁點樣可以用最快嘅方法去累積財富呢？講到尾呢，其實又係儲蓄。
你有一份工作收入嘅時候呢，特別當你係未成家立室嘅時候啦，初初出嚟社會返工嘅時候啦，咁你係可以按一個比較常用嘅儲蓄方法，就係631法則去儲錢。咁631法則呢，其實就係先將你每個月嘅人工嘅60%，咁就拎嚟做呢個生活開支，咁就另外呢30%就愛嚟做儲蓄同埋理財，咁就最後10%呢就愛嚟做呢個應急錢。咁樣做嘅好處呢，就可以確定自己嘅人工嘅規劃啦。咁每個月呢，有穩定累積30% 嘅財富，用嗰30% 嘅錢呢，再做一個簡單嘅理財，去做錢滾錢呢個動作。利用呢個投資回報將本金翻倍嘅時間呢，就可以大大縮短啦。而且呢，你跟呢個法則呢，其實即係冇將啲錢亂咁用去做一個月光族。咁到發生緊急情況嘅時候呢，你亦都唔會攞唔到錢出嚟用啦。其實你可以話儲錢都要跟咩法則呢？其實對好多人嚟講都可能幾無聊嘅。咁其實呢個都可以叫做對自己一個規範啦，起碼確保自己有一個穩定嘅本金去理財。當然你其實係可以按自己嘅情況去做調整嘅。咁儲蓄率可以係40%，可以係20%，咁睇你自己嘅目標啦。最緊要其實係你出糧之後，要先確保有一個比例嘅錢係優先拎咗去做儲蓄，其他錢先至去做一個生活嘅使費。咁如果生活使費方面有錢剩嘅話呢，就再擺埋落去做儲蓄，咁就可以穩妥咁樣去做一個理財規劃啦。